陪你讀新約。1月13日，陪你讀新約。馬太福音9章32節至到10章15節。治好啞巴。他們出去的時候，有人將鬼所附的一個啞巴帶到耶穌跟前來，鬼被趕出去，啞巴就說出話來。眾人都稀奇，說：在以色列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。法利賽人卻說，他是靠着鬼王趕鬼。耶穌的憐憫。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廣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他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於是對門徒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10章1至15節。12使徒。耶穌叫了12個門徒來，給他們權柄，能趕逐污鬼，並醫治各樣的病症。這12使徒的名，頭一個叫西門，又稱彼得，還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、腓力和巴多羅買、多馬和稅吏馬太、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、奮銳黨的西門，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。12使徒的使命。耶穌差這12個人出去，吩咐他們說：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，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，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，隨走隨傳，說天國近了，醫治病人，叫死人復活，叫長大麻風的潔淨，把鬼趕出去。你們白白地得來，也要白白地捨去。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，行路不要帶口袋，不要帶2件褂子，也不要帶鞋和拐杖，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。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聽那裏誰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時候，進他家裏去，要請他的安。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；若不配得，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。凡不接待你們、不聽你們話的人，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，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當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，比那城還容易受呢。